来看有354栋历史的台湾府城隍庙，有真侪历史的文物。最近互台南市政府认证，真做是第5间宫庙的博物馆。庙方嘛，甲这的文物出版做册，佮用讲的方式来解说哦。王公家庙是水价价值，消解互愈较侪人来认捌。详细看两条，竟然有小天使多样，甲一般传统真无共。这是日本时代地方神事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至少有东西方套南做伙文物，有354栋久的台湾府城隍庙，也个保留国年代地方上的头人所捐献的物品。这间庙嘛，正做第5间得到公庙博物馆认证的庙宇。庙方特别邀请捐献者的后代，做伙来见证地方文书变迁的过程。一个人透过伊对文化了解，写的字传入一个庙内底进进出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嘛是有文化影响。庙里头有相当多的一些传统文物，包括历代这一些府城的一些士绅对于府城隍庙的一个整修过程中的一些无私的一些奉献。庙方长期就发现甲庙的文物翕相做记录，佮规划文物馆，拢总收藏155件。其中正殿金条有无共表情高起的插片，代表人生世事都演变起起落落。另外，庙内顶殿之宝是这个乾隆时期保留到今的赵新道，为着要让大家认捌文化背后的内涵，特别出版导览册，兼有线上语音导览系统，要让大家甲庙内精彩的工艺头尾看好嚼。伊顶悬有一个成凤府，雕刻字样，雕刻字样的时候，圆形伫乾隆时代用圆形的雕刻方式甲立体变做圆的，真特别的所在。文主讲，台南是全国头一个推设宫庙博物馆认证的城市，因望民众对无形文化资产会使加一款认同。台湾府城隍庙主为按算未来每礼拜六要提供免费的导览，通互民众更加walk in观赏文物的细节。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